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一直致力禁毒，並已建立咗一套完整嘅政策同措施針對問題。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係負責打擊販毒同吸毒活動，以及幫助吸毒者更生嘅政府政策局。而至於保安局嘅禁毒處，專責統籌包括香港警務處、香港海關、衛生署、社會福利署等政府各部門、非政府機構及社會各界推行禁毒政策同埋措施。成立於1965年，由社會各界人士組成嘅禁毒常務委員會，負責向政府提供意見並建議措施。香港一直採取多管齊下嘅抗毒策略。預防勝於治療，禁毒處透過唔同媒體及活動發放禁毒信息，令公眾認清毒害，遠離毒品。另外，禁毒處亦設有186-186 24小時求助及諮詢熱線。禁毒處轄下名為香港賽馬會禁毒資訊天地嘅禁毒教育主題展館，設有互動多媒體設施，以富趣味嘅手法教育公眾毒品嘅禍害。學校係預防教育嘅重點。禁毒處同教育局合作推出學與教資源，並推行含測檢元素嘅健康校園計劃。該計劃旨在透過多元化嘅個人成長活動同埋學生自願參與嘅校園測檢，促進學生身心健康發展，鞏固佢哋遠離毒品嘅決心。另外，冇測檢元素嘅動感抗毒計劃，則透過帶有禁毒主題嘅體育活動，喺校園推廣健康生活嘅信息。禁毒處亦有為大專學生舉辦唔同活動及講座。香港特區政府鼓勵吸毒者求助、自願戒毒，亦鼓勵社會接納戒毒人士。戒毒治療同康復服務以實證為本，因應不同人士嘅情況同需要，香港提供多種模式嘅戒毒治療同康復服務。住院同社區嘅戒毒與輔導服務由非政府機構營辦。聯合國嘅2個組織曾向佢哋嘅成員分享美沙酮自願門診計劃喺香港成功之處。自1997年，禁毒處每3年會同禁毒界別持份者合作，制定香港戒毒治療和康復服務3年計劃，供服務提供者參考。根據基本法呢份憲制性法律，香港特區政府負責維持香港特區嘅社會治安。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會不時按毒品形勢檢視毒品清單，並透過立法修訂，任何人非法經營、藏有、進口、出口、供應同埋製造毒品，均屬刑事罪行，最高可判終身監禁。販毒得益，可按香港法律充公。執法部門包括香港警務處同香港海關，同其他地方嘅執法機關緊密聯繫，並以針對毒品供應源頭為策略，堵截毒品非法進出。警方同海關亦會進行線上線下巡邏，並喺各出入境管制站採取管制措施，嚴厲打擊販毒。警方同海關亦有透過參與國際組織，掌握世界最新情況。香港特區政府積極為禁毒投入大量資源，政府嘅禁毒基金歡迎社會各界申請撥款。多年嚟，基金撥出數以億元計嘅資助，俾多個機構同大學執行禁毒項目。香港採取多管齊下嘅抗毒策略，取得一定成效，可見諸近年吸毒同毒品嘅數字。吸毒人口長年低於世界水平，
作為開放嘅國際貿易中心同自由港，香港亦受到全球不斷轉變嘅形勢所影響。禁毒工作永無休止，禁毒處會時刻保持警惕。我哋會積極同各方合作，打擊毒禍，同市民攜手共建一個無毒香港。